最近喺泰國清邁有一單關於中國劇組嘅新聞，有中國拍攝隊俾泰國警方突擊檢查。事件發生喺清邁一間 gallery， 泰國旅遊局同旅遊警察接獲舉報之後，懷疑有人未經批准偷偷拍攝電影。警方到場之後，發現有中國籍人士喺度拍緊嘢。最後警方帶走咗8個中國籍人士調查。根據泰媒報道，呢個劇組曾經以一間日本公司嘅名義申請拍一套叫 The Puppet 嘅戲，問題係當時申請仍未正式獲批。而事件之所以引起關注，因為其實好多外國人都未必知道喺泰國拍攝並唔係有部機就得，尤其係涉及電影、廣告、MV、商業拍攝、專業拍攝團隊，一般都需要申請 Film Permit。如果有外國工作人員，仲可能涉及工作許可證問題。泰國官方其實一直都好重視外國拍攝，因為會涉及國家形象、稅務、地點安全，所以大型拍攝通常都要預早通知，獲得批准同有本地嘅協調人，唔係想拍就拍。不過如果只係普通遊客拍片呢，一般情況之下，個人遊客拍攝問題唔大。但係如果係有劇組、有商業用途、有大量器材同演員，就要跟足規矩啦。最後涉事人可能會面對違反電影法同非法工作等相關嘅調查。